你要用什么文案告别2023？是应该给自己留下美好的一面，还是真实一点？哎，着火了！灭火器，灭火器！去講心中理想，不會俗氣，猶如看得見神氣，才能歡天喜地抱着你，我每次回來多少驚喜，也許一生懷念陪着你，情感有樣行李，仍然沉重待我整理，天氣不似預期。但要走總要飛，告別不可再等你，不管有沒有機，給我體貼入微，但你手如明日便要遠離，願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憶記，當世事再沒完美。